Lolly Talk 成員郭曉妍、阿 U、曾美欣、咪咪聯同新晉藝人蔡浩然同埋阿軒組成4人接力隊，日前一齊落場挑戰一個高強度體能嘅賽事，好彩最後順利完成比賽。今次比賽集合跑步同多項功能性訓練關卡，對耐力、爆發力同節奏控制都有一定嘅要求。佢哋全程又跑又推又拉，但係仍然笑住見人，狀態相當唔錯。阿 U 同咪咪更加接受咗我哋訪問，分享感受啊！ Hello， 我係 Lolly Talk 嘅阿 U。Hello， 我係 Lolly Talk 嘅咪咪。今次我哋而家仲有半個鐘就差唔多要過去熱身同埋起步啦，其實而家係有少少緊張。有冇做啲咩 preparation 啊？有啊，我哋其實 keep 住喺247度有密集式嘅訓練啦，同埋都有 keep 住去做啲重訓去維持我哋呢一個肌肉量，去完成呢一個 high ROS。咁最近都咁忙，去為呢個比賽準備咧，係咪都冇去為你哋自己Lolly Talk嘅一啲歌曲或者作品去準備咧？有冇都？當然係兩條路一齊行啦，即係 sport 純粹係我哋興趣，跟住慢慢去感染到大家嘅一樣嘢。我哋希望可以有音樂同埋運動嘅方面都可以帶住我哋波板台一齊去行。嚟緊有啲咩動向可以預告下咧？你哋預告下，其實如果我哋8個嘅話，其實我哋都有啲工作係8個仲傾緊嘅。咁如果話自己咧，就應該除咗音樂方面，都希望可以喺運動方面可以再有多啲唔同嘅發展咁樣咯。都會喺唔同嘅範疇都會陸陸續續咁樣見到我哋。有冇最想邊啲 artist 都朋友有啲合作咁咧？有冇嚟緊？其實我自己係好想去拍多啲唔同嘅電視劇同埋電影嘅，所以都希望可以同更加多唔同嘅演員合作。我都係希望可以同更加多做運動嘅藝人合作到咯，因為我見其實譬如 High ROS 都有好多唔同嘅藝人有參加，希望之後可以叫埋佢哋一齊去做更加多唔同嘅運動。係咪都會以2個人？你哋都係會獨立自己都會再做啊？定係會8個女仔一齊？我哋可以組個160嘅組合。你哋係咪之前有個170，我哋160？我160.9，我唔係160。我着完高踭鞋可以有160。好，非常之期待啊！加油加油 ！Thank you。